现代人长期使用电脑以及手机的习惯，让渐进酸痛的人愈来愈多。基于病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表示，现代人生活紧张，工作压力大，长期使用3C 产品姿势不良，容易造成肩颈部酸痛。建议会当用中医兼顾治疗。现代人呢，因为长期生活比较紧张，压力大，再加上长期使用3C 产品、低头滑手机等等，都很容易造成肩颈部的压力，以及肩颈部的发炎。发炎久了之后呢，就会产生粘连，这时候气血组织不通呢，就会造成酸痛的现象。那这时候我们会呼吁民众呢，可以透过针灸的方式。那如果针灸的方式还是没办法缓解呢，就可以利用小针刀的方式，再加上搭配内服的舒筋活络的中药，这样子呢，对于酸痛的缓解会有很好的效果。针对治疗肩颈部酸痛，现在也有小扁针这种结合中医针灸以及西医手术的治疗方式。小针刀跟一般针灸不同的方面呢，小针刀它的操作时间短，操作快速。它的针不用留在病人身上。那在操作过小针刀之后呢，最好可以服用我们医院特制的消肿退黄的药液包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小扁针也不是适合所有人，参照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、有生，也则是灵活功能不全等民众，也是需要医生评估后，才来进行小扁针的治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